来关心北非的国家利比亚受地中海风暴的影响，风暴扫过了后，风台河是做大水，恐惊已经造成2000人死亡。 水正窜流一直下来流的大海，陆地上有一寡路段拢是落过梅，车浸入咧水的，抑个路边规拢放个坎卡落去，真危险。伫东北部灾区苏萨，路会看到真侪轿车、兵车，有的抑个卡伫咧上位啊顶头，抑个真侪车拢协做伙，就让知影大水的破坏力偌强。地中海风暴丹尼尔伫利比亚造成严重的灾情。تجاوز في مدينة درنا فقط يتجاوز 2000 فقدناهم نترحم على أرواحهم الطاهرة。国民军讲，附近两座水坝放弃做大水，东北部城市德纳的灾损上严重，接北互伊斯兰极端分子占领过，10年外来情势正混乱。 基础建设正后，即马已经被宣布是灾区。根据卫生部门的统计，风暴丹尼尔自顶礼拜六以来所造成的大水，确定有几多10人死亡。不过这也无包括德纳，因为德纳人车拢无法度入去。听讲有几多千人被大水冲走失踪。 利比亚目前是有2个敌对政权，分别控制东西两边，拢有各自的军队加外国政府做靠山，大部分拢斗相共救灾。利比亚红会讲，有工作人员伫咧德纳斗相共灾民的时阵，不幸死亡失踪。当局也讲，几架灾民斗相共的军人也有人失去联络。 目前德纳无电，通讯也未通，情形正危急。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伫社群媒体 X 大文，讲正甲联合国也个利比亚当局联络，参详安怎救援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。